好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媒体人周玉蔻3年前伫个节目讲，前中国小姐张淑娟就是绯闻案的当事人。张淑娟去甲告周玉蔻，被判刑1年6个月。高等法院昨传唤到电视台的编审甲制作人出庭作证。编审讲，伊当时查证的对象是副总经理吴婉玲。吴婉玲回应讲，法院若甲通知，伊会尊重司法。 怎么会有人这样集体霸凌别人？韩剧的《黑暗荣耀》难道在台湾的版本是这样子的上演吗？前中国小姐张淑娟2023年到放院开庭，讲应该重判，因为进行1年9月，和媒体人周玉蔻讲，伊是绯闻案的女主角。我们在报道的过程里面有消息来源。 周玉蔻讲，伊讲的拢有根据，捌伫节目甲个人的面册讲，张淑娟就是绯闻案的当事人，嘛有讲到伊的姓名、婚姻、职业等等。 和张淑娟告加重诽谤罪，非公务机关非法利用个人的资料，最后周玉蔻被法院判1年6个月徒刑。台湾高等法院这个月初9传播出节目电视台编审甲制作人编审表示讲，查证对象是当时的电视台副总经理吴婉玲。法官打算伫明年2月7日会传吴婉玲出庭作证。 法院如果通知我，我会尊重司法。相关人到底说了哪些，我还必须要进一步的了解。当初 NCC 因为非常的关心，把查证的过程逐一的交代出来。当时是传了 PDF 档到 NCC。 吴婉玲今日亲身回应，近日一暝嘛伫面册写文章说明讲，节目实际制作人就是周玉蔻，有关查证的义务应该向事件相关的人去查证，毋是向新闻单位的主管去求证。同时表示讲，本案所有的资料甲事证，拢应交由司法单位去查出真相。 你好，我是宋彦明。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紧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